做伙祈祷。全能的上帝，阮要来敬拜你，你看着阮敬拜，你的恩典，你的权柄，你的荣耀，是阮一生敬拜。阮虽然未堪得，但是上帝你，伫阮还未晓，真捌上帝你的荣耀进前，你已经用你的丰盛的恩惠来扶持阮的人生。伫今仔日，阮要做伙敬拜你，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同工的生命中，互每一个阮的同工，因的内心互圣神充满，互因所吟的诗歌、所共读的圣经、所带领的敬拜赞美，所发出的祈祷，会当互今仔日阮的兄弟姊妹伫礼拜中间得到造就。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来到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甲主你有亲近迄种的欢喜。主啊，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别甲你祈祷。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恁敢有确实上帝是遐尼的疼阮？感谢主，咱三甲来到主的面前，献就咱这礼拜的感谢，来献就咱的儿乐。咱做伙来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美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求你进入阮的生命，美的宝血，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耶稣，你永远深爱着我，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里的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他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
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阿门。接续咱的手，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求主进入阮的生命，成做阮的瓦壳。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大，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有感谢？一生甲你连相我。若是有你，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大，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有感谢？一生甲你连相我。海水的大，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暖，你的疼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有感谢？一生甲你连相我。阮情这大，怎有感谢？一生甲你连相我。一生甲主两相我。
接续咱来唱最后一首，用这首歌当做咱礼拜前的祈祷。咱做伙来唱最后一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做我脚前的地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力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啊，阮知你会知影阮的欠缺，阮的软弱。求你甲咱三家弟弟，用你的话，甲你的诗歌，亲自来安慰阮。求你进入阮的生命，真做咱世界光，真做咱的帮助。伫咱软弱时，互咱会使有及时的帮助。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力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做伙来吟圣诗225首，愿拜上帝即时降临，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10篇诗篇40篇。我捌吞论听候耶和华。伊对通行的坎坷，
对土地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板顶，互我的行道在我。伊予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好好款的上帝，侪人要看见来行位，也要我去摇晃，独独我靠耶和华，无差遐的仰望。以及平安负价的人。这个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良后真多。月月对你拜列。咱要对地体来讲，你的孝家算正。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小姐甲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啊！我事已经记在册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叹。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咱做伙来吟圣诗467首，主要拯救同罪人，请坐咧吟全首。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搁听世间人的主，阮要对你献上深深的感谢，因为你的拯救，互阮脱离黑暗的权势；因为你赏赐的稳定甲平安，阮会当享受你创造的美好。主啊，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有份伫主你的国度。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主啊，求你赦免阮。有时阮的心会软正，有时阮的信心也会无够额。直到有时阵，阮想要做的，阮做袂到；无意中，也伫阮的心思意念，也是行为中犯着罪。
求主赦免阮，求主你引带阮，互阮伫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当更加会记咧主你的教导，引带阮每一骹步，每一骹步求主你来带领甲保守。阮伫遮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俄罗请献歌队。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第四篇第3篇第8节，拯救上帝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佮一位伫新约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伊爱众人得到救，也深知真理。正道、灵命成长的3面向，请郑牧师。亲爱的姊妹平安，愿上帝祝福甲咱三个弟弟，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底，也对咱少年到年老。咱要领受上帝所赏赐咱伫伊活命的内底，咱的生命的福分，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至尊至圣的上帝，阮恭敬伫你的礼拜堂作为主席，阮邀请阮的亲人，阮邀请阮的朋友。也带阮的囡仔，阮大大细细伫主你的圣殿。你是阮永永远远的上帝。无论是伫阮家庭的生活，伫阮教会共同的信仰，也伫阮一生对头前所期待，阮的一生的成就，大事小事，拢是伫上帝你的手中。至圣的天父上帝，恳求你通过敬拜，互每一个阮的朋友、阮的亲人，因享受到敬拜上帝的祝福，主要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弟弟，互阮享受敬拜的快乐甲改变。祝福阮毋是干那亲像囡仔，永远未大汉。求天父上帝通过圣经，通过圣神，也通过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伫真理的顶悬当大人。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阮同齐敬拜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坐伫阮身边的阮的囡仔，祝福因对细汉就因会敬畏上帝，也听上帝的话，因的行为甲因的心思意念，无受即个世间最世俗的迷惑，因要诚做有主张的少年人。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伫阮中间掌权，也愿你用你的光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分享一个基督徒要安怎诚做真实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要安怎当大人。你问讲牧师，基督徒要安怎当大人？咱伫教会出入，毋是因为你时间久，自然你就会当大人；嘛毋是因为你的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就诚做真实的基督徒。所以，当细汉的时阵，我的主日学老师就甲我讲。你的上帝爱诚做你家己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毋是干那恁爸爸的上帝、恁阿公的上帝。上帝无孙啊，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伊亲自的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即句话代表什么？代表咱伫教会内底，咱除了参与即个宗教仪式，啊，享受一个具体的交易。啊，咱教会真温暖的，大家兄弟姊妹互相的交陪。除了这以外，信仰上重要就是互人会当当大人，伫想法、伫态度、伫行为。一个当大人的意思，伫圣经有3句话：第一，因为上帝的帮助，所以伊当大人；第二，因为圣神的帮助，所以伊悔改。悔改是想法的改变。悔改嘛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悔改嘛是一个行为的改变。这3项拢足困难。想法要改变有简单无？咱讲一个人哦，定甲亲像石头，迄意思就讲伊的想法哦，袂变就永远袂变。伊的坚持，伊的自以为是，伊的骄傲。所以今天我要甲咱讲3个，伫一个信仰的改变中间3个面向。我要甲咱讲救恩。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牧者，为着伊的名，带咱行义的路。救恩就是带咱行一条正确的路、稳定的路，是一个有价值的路。耶和华是咱的牧者，是咱的老爸，伊一生为着伊的名，带咱行义的路。圣经所讲行义的路是啥物意思？是一条有价值、正确、阳光、尊贵的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想。
救恩、悔改、甲顶头生。有真侪基督徒一世人真少用深深的思考、深思熟虑来想救恩、悔改、甲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有真侪人，有几个人讲到生命的3个面向，因为3很好记，就3点。牧师讲道常常嘛真爱讲3点，因为讲上侪点就歹记，讲上少改成意犹未尽。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所以这嘛是3个面向。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这嘛是3个面向。可另外一个3个面向是保罗，伊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现今所存有信心、盼望甲真爱。兄弟姊妹，每一个3个面向拢有伊足深的含义，甲伊真正信仰的意思。佮另外一个就是记载伫犹太书，耶稣的小弟犹太，伊写一张批，无分章节，但是第一张批中间讲，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要常常住在保守住自己，在爱神的爱的里面。这个信望爱足共有无？现今所存有信有盼望有仁爱。伊讲都爱伫至圣的真道，就是讲伫圣经的顶端受教示。第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圣神伫什么所在？圣神伫这个所在。有时咱骄傲，有时咱失迷，有时人自以为是。咱拢感觉咱介敖，特别即摆少年人，因为受教育方便。古早若有一个查某人，伊若读到国民校毕业，就真了不起啊！即摆清清彩彩，台湾囡仔吼，差不多真悬的比例拢大学毕业，因为大学招无学生，因为少子化，学校坐甲你若要读到一间，当然上好的歹讲啦。若要读台大、清华、交大、成大，这几间学校你相当要有努力。但是若要凊彩读一个大学，科技大学，我嘛毋是讲伊真简单。今仔日真侪囡仔因为因感觉因学历比许大人较悬，所以呢感觉因的想法拢是一定对。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只有2句圣经站那定。伊讲上帝是咱一切的救恩是对上帝来。诗篇第3篇，兄弟姊妹若会当你今仔日对，重新甲诗篇第3篇读好熟，甚至甲背起来。伊讲上帝是我的帮助，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盾牌，上帝是我的冠带。我的救恩对上帝遐来，3周第8节。所以兄弟姊妹，什么人是你一生的倚靠？人生难免会拄着风云，人生难免嘛会拄着闪失。人生你认真打拼要做事业，嘛无拄保证你绝对成功，对不对？立志由得我，但是活出来就不一定会当照咱的心意。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救恩是一个足大的福气。救恩伫圣经中间，伊代表你不配得，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当咱沉沦想要饮水，伫遐噗收，伫遐咧食水，喘气喘袂起来。那设施有一个贵人，伊伸一个手，对咧华顶中甲你拖起来。无论是对你的头鬃啦，还是讲对你的手甲你扭起来，这就是救恩。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明白。在咱人生中间，咱需要3项，就是救恩、悔改、甲顶头生。顶头生是最高潮啦，就是讲，互你活得精彩，互你活得漂亮，互你活得感觉死而无憾。顶头生就是讲我顶头来，以前我行的路，检在是照我家己的意思行。我伫一生的中间，可能行真侪冤枉路，但是忽然有一个光甲我照。就甲我报一条路，我就找到一条一生行的路。上礼拜我伫我 TV 录影，伫遐一个题目的讲道讲，什么叫做幸福？我甲因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人若有一条路
是一世人行的路，这种人幸福，你有同意无？我对少年就选这条路，我到年老嘛行这条路，我感觉对头行到尾，拢唔免行冤枉路。今仔有真侪人是3年5年换一个职业，3年5年换一个跑道，啊！你永远拢咧累积经验，但是永远拢无结果。人生内会当有一条路，对少年8岁、10岁就决定讲，我一生要行这条路，然后一直行到年老喙手拍干，伊还搁咧行这条路。你讲这种是不是幸福？是。少年人上惊就是找无路，对不对？所以我要甲恁分享一个人，叫做笛卡尔，不是笛卡尔，齐克果。伊讲一句话：人一生中间上重要，就是找到一项真重要的价值。伊用 idea 这个字形容伊咧找。伊讲：我若有一个观念，若有一个理念，有一个理想 idea， 我若有一个 idea， 这个观念带我。对少年到年老，为之生，为之死，意思就是讲，甘愿为着伊来死，啊嘛甘愿一生，虽然双向孤单，我嘛有愿意照安尼来活。啊，这原咱是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想，咱要怎样得到上帝救恩？第二，咱问咱家己讲，我一生对少年到即摆，我有心种的改变。基督徒若伫信仰中间无改变，你白活的，兄弟，我讲坦白。一个基督徒若来到教会读圣经遮尔久，这个信仰无影响到你，毋是信仰无力量，是你有可能愚蠢，嘛有可能骄傲。几礼拜前我伫 Facebook 甲恁分享一个影片，迄个影片咧讲起一个真出名叫做潘霍华，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20几岁，也未到25、26岁就做教授，有够了不起的一个真有智慧的少年人。伊讲德国人上可恶的，毋是希特勒的邪恶，上介可怕的就是一群愚蠢的盲从。希特勒讲安尼，因就感觉安尼对，嘛毋是德国人啦听，伊发现德国的教会嘛互希特勒洗脑，洗到极其的愚蠢。伊讲邪恶不可怕，愚蠢才可怕。伊咧讲的愚蠢，毋是无教育；伊咧讲的愚蠢嘛，毋是无 IQ。伊咧讲的愚蠢，就是根本无能力通判断是非。基督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圣神甲咱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地地，救恩对对来，对天顶来，人袂当救人，人。真侪时阵是无能为力，但是对天顶来的上帝，伊的手会通保守咱、扶持咱、拯救咱。悔改心对对来，对内面出来，因为人的内面拢有一个良心。古早人讲，圣经讲迄个良心有一个名叫做圣心。圣神会当伫人心内讲话，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无道德，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愚妄，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毋对，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邪恶。古早人就甲咱讲良心去教家去，就是咧指人清清彩彩生活。良心就是上帝圣神踮伫人的内面，光若来。我们就离开，真理若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不再愚蠢，伊就得到自由。兄弟姊妹，愿咱安尼咧读圣经，你就知影讲，圣经原来毋是一个道理，圣经原来毋是干那一种的意识形态，圣经嘛毋是干那一个观念，原来圣经就是一种的力量甲活命。所以耶稣才会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这原咱伫每一摆礼拜，上帝拢为着你的要求，为着你的性命帮助你，互你顶头生。所以圣经讲，人的顶头生是什么？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兄弟姊妹，你愿意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吗？你愿意真做一个精彩，
享受你的人生的人嘛。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开咱的耳孔，互咱所读的每一句圣经，拢有造就，拢有帮助。愿咱天是上帝的面前，咱来想。今仔日的圣经第一句话讲：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爱因得救，上帝嘛爱因明白真理。圣经讲神爱世人，甚至恁会记迄句话无？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啥？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人。上日有查经，牧师解说这句话，佮另外一个佮较深的意思。上帝疼世间人，甚至亲自来到世间，定死伫十字架顶悬。所以有诶真深真够思想圣经的话，牧师，伊讲钉十字架毋是耶稣那定，钉十字架迄个人虽然叫做耶稣，但是钉十字架迄个就是代表上帝呢。兄弟姊妹，上帝听你听我，听到甘愿为着咱受苦钉伫十字架顶悬。现在你敢知影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思？因为耶稣等于就是上帝，耶稣等于就是圣神，圣神就等于上帝。咱教会咧讲三位一体，听甲无啥啥，真侪人拢问牧师讲：牧师，三位一体要安怎解释？伫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圣神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因三个做伙创造这个天地。伊伫人类的历史中间用三个无共款的角色，有时用老爸，有时用朋友，有时用看袂到的圣神迄个灵。安尼恁有了解？其实这三个拢共一个。所以约翰讲上帝疼咱，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互咱，这还阁无够了不起。道成肉体真正意思就是。迄个道成肉体，上帝亲自死伫十字架顶悬。兄弟，你我咱何德何能，对不对？你我咱何德何能？这个遮尔尊贵的上帝为咱死啊！所以保罗才讲，伊为着我死，我要一生为着伊来活。少年人。恁的一生为主活，恁要活得精彩，活得无怨无悔，活得有大能大力。会记得这毋是牧师讲的，上帝要互恁活得精彩，活得快乐，活得漂亮，活得无怨无悔。恁来找这条路，关键仔日兄弟姊妹，咱做伫圣经的中间，咱来问什么叫做救恩？救恩是代表内在甲外在，外在代表。我的经济，我的生活，我的环境，咱伫人生中间有时会拄到迄种咱无能为力的代志。我嘛捌甲恁讲，人的焦虑，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心不如愿。人伫人生中间，常常心愿袂通亲像照你家己的心愿安尼去行，对不对？所以人会为着心愿不足，所以心内就跨路。但是救恩代表什么？救恩代表上帝伊白白予咱，伊带咱到安静的水边，予咱伫迄个所在青翠的草坡。上帝伫咱的人生、经济、伫咱的生活、伫咱的情景，这叫做外在。但是圣经咧讲的救恩，有另外一项，就是将你的观念改变，将你的态度改变，将你的行为改变，互你成做一个真有品格的人格者。互你成做一个互人尊敬，活伫这个世间中间，你若行过来，人拢会自动欢喜站起来，迎接你，甲你做伙打招呼，然后真欢喜你甲因伫因的厝内拜访伊。一个人的存在若会当有活到这个程度，其实你会感觉讲够了。我若有遮尔多好朋友，真心互相的这种的祝福。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救恩上要紧就是，我过去是一个浪子，但是今仔日，我重新倒去到我的爸爸的厝，一个流浪国王的囝，会伫繁华的世界，生一年了，伊才发现讲，
走投无路，伊回头倒来到国王的王堡的城堡王宫，伊重新甲伊的爸爸讲：我何苦伫外面流浪？我的爸爸已经有遮尔多的荣耀甲宝贝。一个人的救恩最大就是伊重新甲爸爸、甲人、甲上帝重修旧好，重新合而为一。兄弟姊妹，救恩最大的意思就是，咱重新做上帝的囝，咱重新做天公的囝，咱重新领受一个上帝起头就予咱真宝贝。我听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囝。你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一个故事，叫做《人间挚爱》迄本册无？恁会记得迄个作者咧讲，伊的爸爸妈妈安怎教伊听因的儿歌？牧师佫甲恁拉英语，恁会记迄个字安怎讲无 ？Simply because， 对无？真简单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我的哥哥；真简单是因为伊我的囝。兄弟姊妹，牧师毋是真爱甲恁拉英语，毋是。但是有当时你听一个故事，用无共款的语言听的时候，你会足深刻迄个一句真简单的一句话，你就永远背袂记咧。我所要甲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恁爱知影，你是上帝宝贝囝，恁相信吗？恁愿意吗？兄弟姊妹，咱拢是有福气的人，因为咱是上帝的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救恩是对来，今仔日圣经甲咱讲，救恩对天人来，救恩是上帝所予咱的。上帝找伊的独生圣囝，甚至用伊的活命换咱的活命，用伊的丰盛予咱丰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伸出手来领受，你甲上帝讲，今仔日牧师讲甲遮尔大细声。如果这个祝福若是真的，我要兄弟姊妹，伸出你的手，伸拍开你的心，你甲上帝讲，我要对少年到年老，主求你帮助我，互我享受伫你的怀抱的疼，伫你的国度所备办的所有的，毋是荣华富贵，是所有一切有价值对天人的甲咱备办的。八福咧讲叫做 Makarios， 这个字希腊语讲，只有天上有，地上没有的幸福。八福迄个字，牧师讲足一摆，迄个字希腊语叫做 Makarios， 这个字伫希腊话，这个字只有讲神才有的，所以伫希腊神话才用在神的生命的内底，才有用这个字来形容的幸福。换一句话说咧讲，天人的福气。要临到伫恁，因为恁要做上帝的囝儿，因为天国是属于恁的，恁会记无？因为恁要看见上帝，因为恁要受称做上帝的囝儿，因为今仔日上帝国度是属于咱的。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拯救在地摇花，愿你享受祝福你的百姓。牧师咧经这个圣经在的时阵。就是我为着咱教会，为着咱兄弟姊妹，祷告的根据。我相信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我相信是个时代人若为着伊的囡仔祝福，伊的囡仔会受祝福。我嘛相信教会中一甲牧师同款，咱来常常讲祝福人的话，祝福咱的兄弟姊妹的话。愿咱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常常讲祝福的话，互祝福的话亲像空气，看袂到，但是伊就充满伫咱的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我要甲咱讲，什么叫做悔改？有一个人死，毋是一个人，有一种人死都袂改啦，迄叫做愚蠢。有一种人真可笑。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一种想法的改变，悔改就是一种态度的改变，悔改就是一种习惯的改变。现在你感觉这三项简单无？非常困难啊！人要改变人，简单无？翁仔某一世人对少年玩到老，较搭来搭去，有当时拢是观念的问题。空气在人叫的，你讲你的嘛？啊，你讲我都无都同意啊！
兄弟姊妹，什么种的物件，什么种的代志，什么种的力量会当改变人的思想？教育甲宗教，教育也无拄会当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因为教育常常是一种知识性、科学性的知识的传授。宗教是改变人做人的态度，也叫做心思意念。牧师捌甲恁讲过一句圣经内底咧讲的字，叫做 logismoi， 迄个字。这个字咧形容希腊人咧形容心思意念的一个字。伊咧讲起人的心思意念有3种，一种就是伊的啥？伊的欲望，一种就是伊的这种的思想，佫一种我形容到袂记的，人年纪都有差我想着佫甲咱做复习。Logismoi 伊咧讲起人有一种情绪，对啦，感情啦，人有感情的想法，人有啥物欲望的想法，人有思想的想法。希腊人因真够深思熟虑，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难怪伊影响欧洲遮尔大。所以听你姊妹愿咱今仔日开始思考，我有甚物种需要改变？我有甚物种改变会当带互我祝福？今仔日的科技的改变遮尔大，遮尔紧。今仔日科技若毋是因为追求改变，就要有新的物件创新。兄弟姊妹，伫你的想法，伫你的态度，伫你的行为，你敢愿意寻求真正对你有祝福的想法、态度甲习惯？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毋是永远袂改变，是互主改变，互圣性改变，互圣经改变，是愿意互上帝改变的人。一个人若无愿意改变，就算做上帝来，伊嘛袂改变。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常常有温柔的心，有清气的心，有谦卑的心。求主帮助咱会当悔改。悔改是甚物？悔改伊的理由就是伫你的内面有一种不安，迄个不安，圣经称之为圣灵的责备。一个人若做毋对代志，伊对心内有一个感觉讲不妥。我讲即句话，我做这样代志，我安尼的态度毋对。伫圣经讲，这叫做圣灵的责备。悔改的意思就是讲，我彻底上将我的错误的思想交互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有啥物用遐尼大的代价？所以圣经保罗用一句话讲：我将我家己甲耶稣同定十字架，将我的骄傲、将我的自私、将我的错误、将我的糊涂，将我家己甲耶稣做为钉伫十字架顶悬。伊的意思就是，我彻底上将这无应该有的想法、态度甲行为，钉死老我，就是讲将我旧的想法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兄弟姊妹，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常常听圣经的话来光照家己，发现咱家己为什么咱袂进步，发现咱家己为什么伫什么所在咱袂当大人，发现咱为什么常常甲人狡辩。有真侪人拢常常用辩论来保护家己的错误，迄是上戆的方法。上智慧的方法就是，你若知影毋对，点点就好啦，对不对？有真侪人毋是哦，伊若做毋对，当向大家提出来讨论的时候，伊是愈辩愈大声。但是咱若知影毋对的时阵，点点就好，点点就是承认讲我毋对，点点就是承认讲我有勇气接纳我家己的错误，点点就是表示讲。不要看我的现在，请看我的将来。
兄弟姊妹，恁愿意安尼吗？不要看我的现在，请看我的将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有一日你会感觉讲有价值。我一生不虚此行，不是我，是因为上帝将伊的光、甲伊的荣耀、伊的尊贵放伫我的生命中。兄弟姊妹，咱拢爱穿水衫对无？我从细汉就歹解，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真够穿水衫的人。我从细汉就爱用穿水衫，爱用好面，无论能力有够无够不管。但是咱知影，水的物件会当互人心旷神怡。兄弟姊妹，有这种的水是对天灵来。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将伊的尊荣放伫咱的生命中。兄弟姊妹，不要感慨，要感动，爱领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耶稣来，圣神来，是要互咱伫错误、伫好的代志、良善的代志做选择。耶稣来是要互人为着罪、为着义，意思就是伫错误甲良善的中间做选择。家己责备家己，就是家己伫内底做一个判断。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有能力用这段圣经做祈祷，换手伫你的内心，你甲上帝讲：主啊，赏赐我有智慧，赏赐我有好的态度、情绪，互我会当领受上帝你所赏赐我新的画面。顶头先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话咱拢足够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虽然年纪一日一年一年在老，但是愿天父上帝，互你耶稣基督伫你内面迄种的画面，是哪来哪水？阿们吗？咱的肉体会一年一年老，但是咱的品格，甲咱内底耶稣基督的荣耀，会哪来哪清气？哪来哪荣耀？兄弟姊妹，愿咱有一日到年老的时阵，咱无互人讲老伙仔。愿咱有一日咱年老的时阵，咱的囡仔真爱听咱讲话。愿咱到年老的时阵，咱会当有慈祥的智慧，互咱的囡仔感觉讲，我的许多人。永远是我的许多人。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伫这三项事顶悬，兄弟姊妹，咱做一个选择。咱若愿意过顶头生的生活，咱来将你旧的画面交予耶稣，一笔勾销，划清界限。旧的代志拢已过去，新的代志拢变成新的。我甲以前的糊涂，我甲以前的骄傲，我甲以前的愚蠢，我伫上帝的面前划清界限。因为上帝的光若来，黑暗就离开。求主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享受信仰，好无？咱来享受上帝伫咱一生，甲咱备办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宴席。伊讲我伫门外拍门，我对外面带我炸足者外带，外送的这青草，你若开门，咱做伙享受天国的宴席。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伫地。咱的一生的救恩，唯独咱无外高，但是上帝若爱咱高，咱就真高。或者你相信无？上帝若爱你高，你无高嘛挡袂牢啊！迄叫做虎父无犬子啊！兄弟姊妹，上帝互你的性情，上帝互你的脾气，上帝互你的个性，上帝互你的地位，爱摕出来用，爱用好对。因为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早就已经有伊的计划甲准备，咱毋该藏咧，永远放伫你的仓库，无甲摕出来用。信仰是摕出来用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亲爱兄弟姊妹，当你感觉无能为力的时，伸出祈祷的手。基督徒甲一般的咱的朋友，无论什么种的宗教，拢有人会拄着无能为力的时刻。或者你感觉有这种的情景，
我甲人讲，我最近困无好，人甲我讲，牧师你还会哦，会啦，咱拢是人，咱真侪时阵有迄个无能为力的事，毋是咱的上帝无能为力，是因为咱对咱家己无能为力，咱对咱边仔的人有时更无能为力。但是上帝若愿意伫咱中间做工，伊将即个无可能变做有可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会记得，牧师今仔日讲到救恩的时阵，牧师互恁一个真要紧的信心，所有的稳定甲快乐对耶稣来。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恁会记住这个祈祷无？兄弟姊妹，甲背起来。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这就是2000年前开始，伫礼拜堂内底的祈祷，人家叫做一句话的祷告。Kyrie eleison， 咱伫拜三咧祈祷会，咱常常唱这条歌。Kyrie eleison，Kyrie eleison， 这个诗歌。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稳定对主耶稣来，对上帝来。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祷告，在于恩本，因着信本乎恩。保罗讲，今日咱领受这种的快乐甲祝福，毋是因为咱够，今日咱领受上帝稳定，是因为这是一种的白白的稳定。毋是用钱买会到的，伫即个世间真侪物件用钱买会到，但是若用钱买袂到的，才是重要。兄弟，恁同意吗？若用钱会当解决的代志，拢小可代志。有真侪代志是钱袂当解决的，兄弟，是毋是？若当钱都拢袂当解决，迄阵代志就足大条。所以兄弟姊妹，咱一切。救恩是对上帝来，把这句话背起来。保罗甲有所的教会讲，咱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稳定，咱因信称义，咱今日上帝的面前受上帝接纳，甲咱讲我的宝贝囝回家就好。上帝甲咱讲，因为你回来了，求天父上帝帮助。救恩是代表一种的快乐。当咱无能为力的时候，耶稣互咱得了自由。圣经内底咧讲的是这种的自由，互咱有赦免人的自由，互咱有无看路的自由，互咱有无讲别出的自由，互咱有无骄傲的自由，互咱对家己、对上帝拢有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圣神若来，人就得自由。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亲自所听兄弟姊妹，恁的生命中，你通握手，今仔夜晚要困之前，你安尼倒伫面床顶，请来圣神，赏赐我一个好的面貌，请来圣神进入我的生命中。兄弟姊妹，上帝要伫梦中甲你相见面。上帝圣神要永远踮伫你的心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拄则牧师甲咱讲，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牧师甲咱提醒3项：第一，想法的改变；第二，态度的改变；第三，行为的改变。兄弟姊妹，你毋免做笔记，但是后礼拜就无有。你若愿意将这3项事当作重要的事，整理你的思想。人的想法不一定是对，整理咱的思想。你的想法，人的想法若正确，态度就正确；态度若正确，做代志就正确。我发现今仔日有真侪少年人，真敖讲话，真敖做代志。但是古早人讲一句话：要学做代志，真正应该先学做人。恁有同意无？恁有同意无？要学做代志进前，要先学做人啊！气死人啊！这世间有真侪人实在是儒家牛看甲北京嘛是牛，你搁家己教伊安怎悔改，教伊安怎反省，搁写搁会读，
伊读的了，佮讲，迄是牧师逼我抄抄写写。哇！上帝伫头顶悬咯，但你讲啊，主帮助咱。亲爱的，你这个想法的改变足困难啊！你的时代人将什么种想法传互你，你就是什么种人。你是什么种的政党，你是什么团体，你看什么种的报纸，还你今晚甲你保证，啊，你甲因的想法拢共款。人的想法上歹改变，人的态度嘛足歹改变，人的习惯更加歹改变。你捌听过牧师悔改的故事吗？主啊，我做袂来，你若爱我改变，求你互我开力。甲上帝承认，你无能为力。主啊，你若爱我改变，主求你先使我开力改变。奉主的名祝福兄弟姊妹，伫恁的生命、想法、态度、行为，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日日新，逐个月换新，当年换新。对少年到年老，愿天父上帝赏赐。若毋是圣心帮赞，无人读有圣经；若毋是圣心帮赞，无人听有四大人的讲话。长辈咧甲你讲的话，少年人来讲做你毋捌啊！到底是啥物人毋捌，也阁毋知影。愿上帝圣心甲咱三脚伫地，牧师要甲咱分享。伫你内面有一个常常咧甲你讲话，但是你无愿意听的，迄个毋是人，迄个是圣神。也这圣神常常伫咱的心来甲咱讲话，但是有时因为咱无意识到这个信仰甲咱的生活是有关系，所以咱就听袂清楚上帝的声。愿今仔这个礼拜主的圣神常常甲你三脚伫地，有时轻轻啊甲你讲。但是有时你若无愿意听，愿这个圣神大声甲你嚷，牧师毋是甲恁强悍，圣神毋免大声讲，伊若轻轻啊讲，愿咱拢听有。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伫地，圣神毋是行为，圣神就是互人对生命完全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持续的改变。所以悔改毋是一摆。悔改是代表旧事已过，心意更新而变化。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愿意离开歹，愿意离开你旧的生活的态度。或者你若有决定要改，古早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相信这句话真有道理，但是我要甲咱保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圣经是安尼用的啦，是只有愿意甲无愿意。当咱愿意的时候，上帝力量要伫你的生命中，也这不但伫咱的生命，嘛要伫咱的囡仔，嘛要伫咱的家庭。你相信吗？跪落来祈祷。相信祈祷，我靠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赏赐咱破镜重圆，在绝境逢生，就是伫绝望的所在有一个顶头生新的画面。求天父上帝赏赐咱。耶稣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通入天国。恁会记迄句话无？迄句话意思就是悔改了的新的生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你旧的态度、将你旧的思想、将你旧的习惯，你用那大头钉你写我的不好的臭习惯，无人知，你甲写一张字条，钉在你的书桌前的壁。你甲讲，奉主耶稣的名，我将我的老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你会感觉讲这足好笑，兄弟姊妹，一个行为代表一种的态度。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旧的习惯、
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接纳，也愿咱享受。当日我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咱兄弟姊妹享受耶稣活伫你内底的幸福，享受耶稣活伫你内底迄种的无共款，享受耶稣活伫你内面迄种极大无比的，你感觉太棒了！哈，主干咱三个地地，互咱叫做新创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这三项的礼物，主的救恩临到你的人生，主的圣神带你悔改，主赏赐咱活在耶稣基督里。咱同心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互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主你对因讲话，主你安慰因的心，赞因的胆，互因勇敢为着家己性命的尊贵，来做新的行动、新的决志。主帮助阮的家庭，赞助阮的教会。独只有健康的家庭，才会通有健康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教会，是一间耶稣基督踮伫阮内面的活的教会。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35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起立吟全首。就是开花无价值。
请坐，请准备心来奉献。请坐，平安礼，请庄牧师。现在这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愿主耶稣将伊的疼赏赐予咱一生有一种被爱的感觉。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当心来祈祷，主耶稣，你的疼是阮一生中间最大的快乐。你予阮无孤单，你予阮心安稳自在。你的疼嘛，常常医好阮内底受伤的心。主耶稣，恳求你，当阮的吟这条诗歌的时，你的疼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好朋友、阮的亲人，甚至住伫病院中间欠安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主耶稣你的疼也踮伫阮的囡仔，互因在爱中成长。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用疼，互阮的生命真侪一个
互疼满溢出来的人生，做伫亲情、伫友情伫家庭也伫教会集体交通。愿主你的疼也特别伫心灵有欠安，在精神上有焦虑的阮的教会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互你的疼成做因安稳的新的厝。当伫踮你疼的内面的时，因就有真正的平安。愿伫你的面前，愿这条诗歌会当通过教会的网络，互做做伙参与伫线上礼拜的兄弟姊妹，伊的心神也享受到上帝你圣神的充满。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先来欢迎一个新来的朋友吼，伊叫做曹星云小姐吼，伫咱中间是富美会一个好朋友吼，咱真欢迎伊，欢迎你来吼，欢迎你来。我相信恁是富美会姐妹足好的朋友吼，真欢迎你来，真欢迎你来吼。咱第二，咱足欢喜爱人倒来吼，从英国回来吼，爸爸妈妈一定替你足欢喜吼。等一个牧师为你们祷告吼，等一个咱甲依婷甲这个爸爸妈妈甲爱人做祈祷吼。咱先来为这个生日的人祈祷吼。咱将顶礼拜生日，什么？佮有迄个牧师妈的三个宝贝孙吼，甲因三个宝贝孙的家庭伫今仔日来看阿嬷吼。阿嬷是顶礼拜生日的款。99岁吼，咱感谢上帝，赏赐阮的妈妈有足健康的身躯，而且耳聪目明身躯真自在上帝今仔日大姐嘛来个三个孙个囡仔孙今仔聚会，咱欢迎因咱欢迎因来好，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杨恩顶礼拜无祈祷来报祈祷，来生日的人来头前，来牧师为你们祷告。在这里，生日快乐陈勋来，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杨恩甲陈勋来祷告，主阮恳求主你伫因生日的时，主你祝福囡仔的成长，互因无论因的身躯的身量，无论因的智慧，无论因的品格，主你拢祝福，互这两个囡仔伫你的听的内底，一世人伫主你的光，伫主你的真理。伫主你圣神中间来成长大汉，愿为这两个囡仔的成长来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互因带有上帝你的荣耀智慧，一生才做有路用的人，通荣光上帝，也互因身边的人得到祝福。主啊嘛，为着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几位来祈祷，主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宴会所蔡夏姐，佮有舒心。佮有纯的长老，佮有杨丽玉姐，佮有喜乐宝院的黄晨跟钟玉，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阮为着今仔无伫阮中间，甲阮做伙过生日的所有的兄弟姊妹，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亲自对天灵拍开你恩典的门，拍开你恩典的窗，主啊，你伸手将你的祝福放伫因的生命中，互因的生命的杯得到充满。也互因的生命中间得到上帝你圣神的运行，超出所求所想。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我靠所有圣命，阿门。开心开心很高兴你完成学回来以后搁这会当甲爸爸妈妈分享你在那边的感受主啊，为着爱人来感谢你，你互伊伫爱丁堡一年宝贝时间。跨文化的学习，在一个远距离离开家里，主你保守伊平安去，也带伊平安倒来。主你伊的将来
无论伊的工作，无论伊的婚姻，主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爱玲会通顺做伊的手，做主你来领受伊的祝福。主啊，为了弟阮兄来感谢你，主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弟阮，也祝福依婷，主互因两人，因的家庭是一个稳定美满的家庭。主互因伫因的工作，伫因的家庭，伫因将来人生，拢会当伫上帝你的手中来伸出双手。主你互因的人生亲像五块饼两尾鱼，主你甲伊高举擘开，甲伊祝福。主互这个五块饼两尾鱼，不但有春，阁丰盛。主祝福因的生命是被神所拨开、造就跟分享。愿天父上帝祝福这个家庭，愿伫你面前来感谢基督我甲所有性命，阿门。开心你回来哈。好，咱来请师傅来报告，咱来请开学祷告，咱请所有的咱的孩子都来头前，好不好？哈，咱开学祷告，咱请所有一些孩子已经上个礼拜先到学校了啊。爸爸妈妈嘛一起来，哈，爸爸妈妈嘛一起来。可以站到上面来，好，到阶梯上都可以，好，站到讲台上，嘿，可以站到阶梯上来，哈，恁较大汉的站上来，来，往前面站，哈，都上来，爸爸陪恁家己的囡仔，哈，上到阶梯可以站到阶梯来，越来越棒，哈。恳求天父上帝，咱做伙来祈祷。阮恳求天父上帝，祝福阮的细囝，互阮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求主你祝福自信，求你祝福圣心，求你祝福杨恩，求你祝福雨琪，求天父上帝祝福娱乐。主阮伫你面前恳求，祝福陈浩。祝陈勋，求天父上帝，求你照顾惠安、秀水伊，祝福伊，求你祝福佑心，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祝福伊，宇辉，平燕，祝福平瑜，平燕，平燕，家务，家和，异乡，这求天父上帝照顾，名誉，主阮将名誉交伫你的手中，主你照顾，以恩，主你照顾，乔恩，主阮将所有这囡仔交伫你的手中，阮为着这囡仔感谢你，因为每一个囡仔拢是。教会宝贝，上帝宝贝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阮为着因的成长所拄着困难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伫因拄着艰难的中间，互迄个艰难成做因解决问题的功课。主你赏赐圣神甲智慧，互因伫真侪艰难的顶悬有好的学习，通赢过这所有的困难。遇到问题勇敢向前。遇到问题有能力解决问题，所以赏赐因伫课业的顶悬有充足的智慧聪明，互因会通理解因所接受的教育，互迄个教育成做一粒种子伫因的生命中间。祝福这个细囝伫因成长的过程顶悬，不但干那伫功课，伫因的品格，也伫因的思想，伫因的态度，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会当尊主最大，也互上帝你的真理，亲像光保守因的身躯。主当因拄着一搅扰甲攻击的事，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因，
互因伫攻击的中间会通得到保守，赢过所有黑暗的关系。祝福因一生会当享受为之生、为之死。上帝，你伫因生命当中量身定做的祝福。祝你互每一个囡仔有特别的恩赐，也互因享受伫因一生中间，为着因将来的路认真、勇敢、踏实来行落。阮伫你面前将世界交新的一个学期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互因伫课程的顶端得到真好的学习，甲同学有真好即个同学的友情的关系。伫因的将来利益着因的社交活动，阮伫你面前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耶稣爱你们，加油！好，上帝照顾你，加油！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3人，奉献4287块。祈祷会出席5人。本主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甲查经班即礼拜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陈英红长老，抒琴杨依林姐妹，诗献较交代刘雨生、张文芬两位结师，爱餐请李淑金姐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教顺师来读。集体交通第1点，开学礼拜祈祷，同心为学子的课业品格甲灵命祈祷，恳求圣神充满甲保守。第2，9月份的圣餐甲中职会改伫9月14，请继续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向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1，为新生欠安、庄严庄人聚、黄宏仁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甲平安来代祷。第2，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祈祷。第3，请咱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代祷。第4，为出国伫外青年刘玉明、林怡轩、陈恩君、刘玉君代祷。咱做伙来吟上灵圣诗507首，永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咱大家起立并转手。阳光归圣父上帝，阳光圣家圣其三位，在地天，在地天，雄爱洋洋我的人。不丢不弃，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